南投的国城有10间的民宿来改名，行销在地景点，推销在地产业。这届特别到北港村的有机米亚花农场来举办着法国料理的野餐活动，吸引真侪游客来体验。伫国姓乡北港村棉花餐中办餐会，气氛正轻松自在。尤其是利用在地食材，料理出创意的美食，像利用四季果壳来底饭、咖啡、炖排骨。如果说这个可以推广，其实是有市场，因为很多人去国外跑到国外去会享受那种田园的餐厅氛围，享受这样。在这么惬意的地方，整个连觉得每样食物又是感受到那一份用心，所以真的觉得这一趟来非常的值得。北港村有竹米桥，南港这边嘛真侪景点，加上洛阳咖啡等等产业，还佫有这个餐厅的特色，相信有真侪游客会想要去行行哩。来发展野地餐食，这个很有特色。我认为它一定会成功。有这摆经验，让大家对国姓乡的农村创新发展真有信心。未来只要用心去规划，团结正人的力量，发挥客家文化的特色，就使带动观光旅游的商机。